喺歷史年鑑入面，好少個名可以好似卡利古拉咁恐怖。羅馬最癲嘅皇帝，將帝國變成佢嘅恐怖遊樂場。公元37年，當年輕嘅蓋烏斯凱撒，綽號卡利古拉，成為皇帝嗰陣，羅馬歡呼。靚仔、迷人，一個偉大將軍嘅兒子，好似眾神祝福咗羅馬。但係權力係一件危險嘅事，好快嗰個硬幣就會翻轉。一種神秘嘅病嚟到佢身邊，當佢康復嗰陣，有啲嘢變咗，嗰個善良嘅統治者冇咗。卡利古拉用恐懼嚟統治，佢為咗玩而處決參議員，迫使貴族家庭睇住佢哋嘅愛人死，並且宣佈自己係一個活住嘅神。佢要求崇拜木星嘅雕像，以承受佢嘅臉。喺佢嘅宴會上，佢會攞任何佢想要嘅嘢，同埋任何人。佢自己嘅守衛細細聲講佢癲咗，但係冇人敢挑戰佢。有一個命運嘅夜晚，當卡利古拉行過宮殿嗰陣，禁衛軍一次接一次咁打咗佢。個怪物已經死咗，但係佢嘅瘋狂遺產會永遠困擾住羅馬。權力會腐化，絕對嘅權力會破壞。卡利古拉嘅統治時間短暫，但係佢嘅傳奇仍然存在。